嗱，從歷史資料睇到咧，第一屆嘅世界盃1930年咧，總共有13支球隊參加啦。其實上嚟嘅咧，原來唔止13支嘅喎，仲有一隊咧係直布羅陀啊。點解而家講你話直布羅陀想參加，但係又見唔到佢參賽咧？原來事緣咧，當時有位住喺直布羅陀嘅英國人咧叫 James 啊。咁啊 James 咧就覺得，咦，乜有世界盃啊？不如我都可以組隊去參加啦嚇。咁啊，佢啊真係咧言出必行喎，組織咗一隊球隊咧就去參加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人哋咧就係正式係國際足協嘅邀請啊嘛。咁佢咧就只不過咧講句唔好聽啲咧，好似柴娃娃去旅行咁嘅啫。咁揾埋成班 friend 咧一齊去啦。佢心想咧，冇乜所謂嘅嚇。咁難得我又咁遠嚟到，你唔俾我踢咩？咁啊點不知去到咧，人哋發覺啲代表團咧個個西裝骨骨啊，哇有晒制服啊，軍容整齊咧嚟參賽。點解呢一班人咧戴晒太陽眼鏡啊，可能係揸晒旗仔啊，咁成班遊客咁嘅啫喎。我問佢：喂，你係嚟自邊度㗎？你嘅足協有冇報名啊？點解咧你會嚟呢度咧參賽啊？咁樣咁啊，梗係講唔通啦。咁啊結果咧呢個賽會都係冇辦法接受佢參賽，不過咧就俾咗個位佢，俾個咩位咧？就看台位啊，咁啊視為咧呢個觀眾啊。咁但係咁講啦，雖然James 咧帶隊去踢唔成波啫，但係佢咁有心能夠攞翻呢個觀眾席嘅席位，都算係老懷安慰咧。